國際上要緊，先來看歐洲靠小型慶高溫，法國高溫即馬已經升到40度啊，全國超過一半的所在發布紅色高溫警戒。因佇咧美國猶他州是發生火燒山，到即馬已經燒掉差不多1/3台北市這麼大。6月21日，法國巴黎街仔頭有大陣來參加年度音樂節的民眾，迄天氣溫來到40度，全國49個省，等於是超過一半的國土攏發布紅色高溫警戒。雖然民眾也是真享受音樂，不過嘛是有人袂堪得。J'ai la chance de pas avoir trop chaud chez moi. Du coup aujourd'hui je suis sortie que ce matin et tout l'après-midi je suis restée chez moi. 為着要涼一下，真濟民眾跳入協和廣場的海洋噴泉，也有少年人跳入聖馬丁運河。法國這波熱流是由撒哈拉沙漠向北下過歐洲西部的大又閣熱的空氣所引起的。為着避免民眾嚴重脫水，從1中晝開始，紅色高溫警戒區已經禁止在公共場所飲酒，戶外運動甲公共集會攏嚴格管控，甚至取消。埃菲爾鐵塔等景點已經設緊急降溫甲噴水霧的設備。Und man muss natürlich aufpassen und möglichst im Schatten bleiben. Wir wandern, wir laufen hier draußen. 若是法國，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甲德國，也攏當咧經歷歐洲今年第2波熱流。西班牙預測上關溫會來到44度，會一直繼續到6月24。官方甚至將世界盃卡球賽的戶外球迷觀賽區關起來。Fatal. Meterse en buenos sitios refrigerados, con buena cervecita y agüita fresquita. Es horrible esto. La que no ha caído. Fatal. 若美國猶他州嘛，因為燒熱、烤花甲透風引起火燒山，燒的面積已經要過9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1/3的台北市。當地尤里卡小鎮1000個居民趕緊撤離。這場予人講做是鐵火的火燒山，目前也無任何受到控制的現象。公視新聞，景冠瓊編譯。